再来看南部的空气污染是真严重。台湾健康空气联盟甲南部的环保团体早起伫高雄市政府头前定情哦，伊要求政府爱针对中共兴达电厂4组小土团的机组要退休来提出对策。 手提机啊，才愤慨发出因的心声。南部环保团体认为高雄空气污染拢无改善，切辣伫高雄市政府头前提出2大控诉，空污甲人权。伊认为兴达发电厂甲中共的污染是造成高雄市空污的凶手，这个空气品质全台上歹。小港区大南部居民就是受害者之一。爱互你的居民是5微克的健康空气，安尼你当袂阁互老百姓罹癌。啊，高雄呢远远不及格，即马阁是 20微克，就是其中的致癌物的受害者之一。我差不多伫10年前就有一点点的肺腺癌，2010年到大是4年外尔嘛，差不多将近4年了，我就个有另外一个癌伫内底啊。 最近大南部清村案经会则通过，不过大南部居民认为，若是无共空品改善，干那清村尔，安尼敢有人权？另外，环团嘛质疑政府答应兴达电厂甲无煤团政治跳票，针对环团的诉求，环保局回应讲，因会继续推动下煤减量，嘛认为今年到11月，高雄空气品质良率是89%，是这几年来上好。PM2.5平均的浓度嘛比去年更较低。也积极协助业者转型，导入包含 AI 智能等各项技术，减少燃煤使用量，并定期追踪业者减煤执行成效。12月7日是世界人权日，嘛是美丽岛事件44周年。民间团体按算伫7日迄天，伫高雄市政府进行集会，来控诉空气污染甲人权的问题，希望政府会当重视。记者钟义辉、柯兆勇高雄报道。